國打造台灣總統府等等建築的模型，予官兵演練，規模甲針對性是有史以來頭一屆。烏克蘭攻擊伊朗的貨船造成傷亡，伊朗講會反擊。另外，羅西亞空襲俄鐵薩，有無人機飛入羅馬尼亞，引起抗議。柏林冬至遊行，有人賽車弄人陣，壓倒烏白窟，一個人死亡，一個人受傷，嫌犯繼續逮捕，予警方推請官司。各位鄉親平安，歡迎收看今仔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丹妮。今仔日咱先趕緊來關心，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分析衛星影像的報道，中國打造台灣總統府、甲蘇澳軍港等等主要的政府建築，用同款比例模型，予官兵來演練。這演練的規模甲針對性是有史以來的頭一屆。國防部講有掌握情報，研議敵軍可能行動的應變措施。國內相關政治權力中心甲核心地標的總統府周邊為暗改比攏正嚴，不過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中國打造台灣總統府外交部等主要政府建築，甚至是蘇澳軍港青山港機場等比例模型，要互共軍在逼真情境下演練還台，規模甲針對性殊無前例。在我們情報偵搜的範圍裡面啊，都有非常完整的掌握。那麼料敵從寬，針對敵人所有的可能的犯台行動，來研擬我們適當的應變措施。共軍除了無緣奪出咱特定設施，利用無人機照台的行為，這幾年佫較濟。不過根據審計部報告指出，空軍委託中科院建置固定式遙控無人機防禦系統，偵測甲干擾頻段無包含中國這幾年推出5.1赫茲新機型，也質疑干擾為採導航範圍，繞到中國8到3號部分頻段。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突破這個部分，然後讓我們在反制的這個作為上面真正有這樣的實力。包含這個國防創新小組，我們的更新速度跟我們的標案的這些需求，都必須要快速更新。國防部回應中科院會用系統更新方式，將相關裝備頻段加入去，也解說 S 頻段。在北島的運用中，主要是用在地形手法，目前不是無人機主要使用頻段。國防部就是要採購到我們的我們要求的事項啊。那在這一點，如果說沒有通過這一點，那麼你們去通過其他的這些相關的產業發展的事項，沒有辦法符合我們提出這一次的特別條例的一個基本的宗旨嘛。立法院日前聯席審查包含行政甲調解提出來14個版本的無人載具採購條例，經濟部承認哪只有在遐版本，經濟部是主管機關，經濟部真派回國防部決定採購的機型，調解佇名字、目的、主管機關有3遍列頂攏無共識。獨立民進黨立委張嘉賓版本認定時間審查，其他13項內容全部保留送出委員會進入黨團協商。記者綜合報道。繼續來關心羅西亞甲烏克蘭的戰事都還未收煞咧，即馬敢是加入去美國甲伊朗的戰事咧。7月25，烏克蘭用無人機攻擊佇個裏海，為羅西亞塞去伊朗的船仔。因講因為頂懸有載武器，不過伊朗這邊是講，迄隻船仔是民用的商船，唔是載武器。這個事件造成船員一個人死亡，一個人受傷。伊朗這邊嘛講要反擊。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的分析，烏克蘭會佇咧這個時陣拍伊朗佇咧裏海的船仔，是要測定伊朗對羅西亞的軍事支持。裏海這個所在會當講是因運輸軍用物資真重要的通道。對烏克蘭來講，減弱羅西亞佇咧羅俄戰場的軍事力量，這個局面會對烏克蘭較有利。同一個時間，烏克蘭嘛講，美國甲伊朗的戰事當中，羅西亞提供偵察衛星的資料給伊朗，協助伊朗作戰，去予伊朗指控烏克蘭是代替以色列出手。英國每日電訊報的分析，烏克蘭甲羅西亞甲伊朗的情報網壓出來，是要甲美國總統川普證明烏克蘭的價值，希望川普會當佇咧羅俄戰爭當中來支持烏克蘭。烏克蘭當天無人機攻擊伊朗專家地區，是佇地圖正面裏海海峽，時間是當地7月25透早。烏克蘭方面講，互咱攻擊的是為羅西亞開往伊朗的貨輪，載運無人機甲飛彈零件。
不過伊朗反駁指出，互人攻擊的是民用商船，當時烏克蘭的空襲造成船員一死一傷。對這代志，伊朗外交部除了調遣烏克蘭駐伊朗代辦，表達強烈的抗議以外，閣放調要做出反擊。俄烏戰爭開戰以來，伊朗的見證者136型自殺式無人機，和羅西亞引進了後，改良做天軸軌2型，隨後閣家己研發出噴射動力的天軸軌4型，佇空襲烏克蘭的時陣，配合國型飛彈大量運用。當時烏克蘭原來指出，伊朗、美國甲波斯灣鄰國的衝突，羅西亞提供偵察衛星資料給伊朗，協助伊朗作戰。對這代志，伊朗是顛倒講烏克蘭是代替以色列出手，想要甲更較儕國家捲入俄烏戰爭。烏克蘭方面的講法，除了強調羅西亞甲伊朗的合作，閣單方面提出羅方向北韓要求派兵支援的講法。Росія хоче отримати ще 30 тисяч військових з Північної Кореї. Вже з червня готуються у Воронезькій області, щоб їх прийняти. Також Північна Корея готується передати Росії нові пускові установки для балістичних ракет. 共款引起外交衝突的還有羅西亞連續幾個天對烏克蘭港口都市敖德薩的空襲，除了造成能源港口設施甲船隻的損害，嘛發生無人機偏離航道走入鄰國羅馬尼亞的事件。為日時，也就是頂禮拜5到26禮拜連續3天，各有一台無人機走入羅馬尼亞的領空，佇無人的郊區甲烏海天頂由俄國空軍戰機甲拍落來。羅馬尼亞除了由外交部調遣陸方的大使抗議，總統達恩嘛強調這件代志，互人無法度用穩。公司新聞4家人編譯。印度國家級的考試，少年所飆出刺地流出去，甲作弊的歹代，引起加州人民黨去街仔路示威。這波抗議團結的力量，逼印度的教育部長普拉丹落台，而且總理莫迪嘛緊急宣布成立專案小組，推動考試制度的改革。真濟少年學生客滿新德里街仔路，因藍國旗唱抗議歌曲。這場由加州人民黨發起的示威背後原因，就是今年5月，印度醫學系一波考試爆發嚴重的刺地外泄事件。這個建校大予200萬名考生的努力用烏有去，甚至有學生因為壓力心過大輕生，憤怒的少年人行去街仔路，愛政府緩解交代。This is the first time a peaceful protest that was carried by Youth of India. The Gen Zs have made the voice heard. 學生向導加創意裝扮發聲，展現Z世代團結。面對這麼大壓力，印度教育部長普拉丹最後選擇請辭落台。And it's truly historic what's happening. The resignation has happened. This has never happened before. This is the crowd. This is what the unity can do. So I'm here for that. 看抗議清源，印度總理莫迪也判給親親出面，宣布會出手改革考試制度。हमारी परीक्षा पद्धति विश्वस्त हो, हमारी परीक्षा पद्धति ट्रांसपेरेंट हो, हमारी परीक्षा पद्धति में सबसे ज्यादा अब टेक्नोलॉजी का उपयोग हो。政府答應嚴懲作弊，撤銷對示威者的起訴，佮賠償受害者家屬了後，加州人民黨宣布結束抗爭。經過幾個禮拜青年運動，無奈原來制度改革程度，佮互一向強勢印度政府看到少年世代力量。公視新聞4派選評語。阿富汗塔利班頂個月掠走幾啊十個婦人人，講是因為因無照規定穿長袍，無甲面甲規分處攏暗掉咧。即馬查某人出門，大概是心驚驚，甚至嘛閣禁止查某人出去買物件，規個經濟是愈來愈歹。業者坐佇走廊頂觀光神，若一寡店面已經關起來啊！這是阿富汗一個服裝市場，原本是當地女性 shopping 的好所在，啊，毋過這幾個月卻是無幾隻網。اصلا مشتری وجود نداره بهمی یک مدون ما در کل ما بهمی دیکن 30,000 کرار میدیم دیگه مصارف خود خور نمیشیم یعنی کرار نمیشیم。生理的八隻慘主要原因是塔利班政府閣一改甲對女性穿插管制綁甲嚴。今年6月至少逮捕30位女性，理由是講這個查某無依照規定穿規身軀的大滿。這個舉動過了後，有上百位的民眾徛去哩街仔頭來示威，抗議塔利班政府閣一改限縮自由，煞去予警方暴力來鎮壓，至少2個人就穿死亡。啊，若安尼過了後，真濟女性驚講會去予官方熊逮捕，唔敢閣去菜市仔來消費，甚至連出門攏愛心驚大響。قبلا که بود اگه خانم‌ها و آزاد بودم میتونستم به راحت بیام اینجا به خود خرید کنم. سوال این بود که می اومدم اینجا به خود خرید میکردم، باز به خونه میرفتم، محدودیت نبود، میتونستم آزاد سچرخ بگیرم بر.
塔利班政府伫2021年重新掌權了後，大動作來限縮女性的自由。女性唔但無互允准接受中學以上的教育，嘛袂當做大多數的工課。啊，若佇咧公共場所，就愛規身軀包安，看袂到面，穿即款大褂或者是補卡。啊，若法新社的分析就講，塔利班政府一方面強調要達成經濟自主，減少外國制裁衝擊；另外一方面煞阻止女性出門消費，這可能會互經濟發展繼續動點。公視新聞由海俊編譯。來關心德國首都柏林冬季大遊行的時陣，有人賽車弄入去人陣，而且佫舉刀啊烏白潑，造成1個人死亡，29個人受傷。案件發生了後的隔頓天，警方佇咧一個菜園啊找到這個嫌犯，不過這個嫌犯是唔配合，拒絕逮捕，結果警方當場開槍彈死。經過調查，這個21歲嫌犯伊有真濟條案底，是一個極端分子，甚至捌想要加入恐怖組織 ISIS。半暝啊，佇第二家庭公園有真濟警車甲救護車出動，原本是歡樂的冬季節慶，煞帶着恐怖攻擊的陰霾。Nach aktuellen Ermittlungen ist es so, dass heute gegen 22 Uhr ein Fahrzeug aus dem Bereich der Linnéstraße hier in den Tiergarten gefahren ist und dabei mehrere Menschen verletzt hat. Wir gehen derzeit von 15 Verletzten aus. 德國首都柏林有名的冬季大遊行，25暗時發生恐怖攻擊，一台白色貨車弄入去人陣，駕駛連面個提刀隨機殺人，造成數十個人死傷。Was ist es hier für eine Schießerei? Aber wir konnten uns noch keinen Reim darauf machen, dass das mit dem Attentat von Mitte und gestern Abend zusammenhängt. 案發了後，警方開始大搜捕，隔頓到暗頭仔佇蘇潘特區一大菜園圍捕嫌犯，對方企圖提刀抬警察，當場互病死。Minister hat bereits mitgeteilt, dass es sich um einen islamistischen Anschlag handelt. 警方調查，21歲的嫌犯佇德國出世，有黎巴嫩的血統。少年時期就幾禮拜前科，近年漸漸極端化，去年甚至專工去黎巴嫩，想要加入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半路被捕判刑，雖然有接受去極端化輔導，也是無法度阻止悲劇發生。Diese Straftäter, diese Extremisten haben in der Mitte unserer Gesellschaft keinen Platz. 數千個民眾隨後聚集在波蘭登堡門前，點蠟燭追思受害者，用愛甲包容回應魂。不一個這個年會慘劇，恐驚閣會引起德國社會對移民政策甲極端主義風潮的激烈辯論。公視新聞4派選編譯。法國甲西班牙的火燒山是真正熱，造成上無3個人死亡。西班牙已經進入緊急狀態，也那兩國嘛甲超過36萬人疏開，即嘛可能閣有新的一波小型的到位，災情恐驚是愈來愈嚴重。法國西南部的吉倫特省是這屆火燒山上界主要的所在。目前外圍部分火線已經成功互消防隊撻掉了，而且也控制伊傳去的方向。也毋過火勢捌燒去到離葡萄酒產地普尼德省敢若15公里的所在。當地市長證實暫時無特別計劃。法國目前攏總動員超過5000個消防人員、軍隊、警察，佮加上志工來拍火。巴黎市中心的消防人員也互人調去到吉倫特的火場，防止大火傳到葡萄酒的產地。統計到7月26日，法國攏總撤離超過25萬人，也是法國冰河時期上大規模的疏散行動之一。今年的野火到今已經燒掉115000公頃，超過4.2個台北市的面積。法國總統馬克宏預計當地時間7月27日早起，會針對火燒山災情開緊急內閣會議。也那西班牙的火燒山，7月26日除了首都馬德里東部，閣再傳出新的火場以外，瓦倫西亞東部的火勢也來要失控。西班牙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撤離超過116000人。西班牙火燒山的災情，對今年開始到今已經燒掉4.8個台北市面積。Es evidente que todavía no ha acabado el verano, que por desgracia tendremos nuevos incendios. 專家指出，這波火燒山的災情雖然不是人為放的，也毋過氣候暖化已經為火燒山創造真有利的環境。歐洲會佇這禮拜迎接今年熱浪第4波極端效應，對7月28日開始，西歐核心災區氣溫會閣再升到40至42度以上，而且災區未來一禮拜預測完全袂落雨，閣加上透風，這兩個火燒山的災情恐驚會進一步擴大。公視新聞景婉瓊編譯。講到芳，其實芳對人類來講是真重要。會安尼講，是因為全球有90%食物性的食材是為100種核心的農作物來的，其中有71種攏愛靠芳燃火授粉，才有法度結籽生炭。
不過目前發現全球的蜂的數量是當咧減少，上主要的原因，第一就是農作物為咗要收成全農藥啊，來授粉的蜂可能就因為安尼全死去。過來是土地開發破壞環境，加上極端氣候、火雞暖氣，導致這些蜂真惡找食，出現生存的危機。蜂的數量減少，食物探種的成功率就降低，農作物也減產。這些食草的動物找無食，影響到食物鏈，甚至造成全球糧食的危機。在新加坡有一個注心生態保育救蜂的高人，伊建議民眾若是看到蜂箱，唔通全殺通濟。伊的方式是用安全的方式，把蜂箱刷好走，讓蜂會當繼續生產。而且6年的時間，已經成功救到600萬隻的蜂啊！這個蜂箱藏佇新加坡人家厝銀錢的天幕頂，救蜂的高人蔡玉賢先噴煙解警示，才把蜂箱掛開摕出來。安尼做的目的是要避免對蜜蜂造成傷害。This is the biggest bee nest I have ever seen in my life, and we are going to rescue them. Look at that. 蜜蜂造巢的地點是無奇不有，因會當佇個樹身發展出這種水果式的大蜂箱，嘛會當佇個人家厝的吊頂下骹造巢，甚至走去飛年機的煙韌頂懸生炭。佇影響到人類的生活時，一般的人上直接的想法就是用殺蟲劑甲除掉。毋過蔡旭賢講，安尼其實是個扼殺生態的發展，甚至影響到糧食作物。70% of our lowland rainforest is bee pollinated. 30% of our food crop, even stuff like cabbages, mangoes, are all bee pollinated. Without bees, there will be much less fruit or much more expensive fruit because there's lack of fruit in the world. 為了保護蜜蜂，蔡旭賢6年來，平均每當以人道的方式，移除上百個蜂箱，總計解救上600萬隻蜂。不過有一屆伊袂記得情況，互伊就把安全鎖啊徛佇大樓的窗仔頂做工課，雄雄去互一大陣蜂圍攻。I had to really spend a good 30 seconds or something undoing it before escaping. But by then I got stung 100 times, I think like 50 times on my head alone. So I was really beat up. My face looked like. 這個愛蜂的人講，迄真正是一個難忘的經驗，互伊深深感覺千萬唔通看輕大自然的力量。蔡旭賢把這個救蜂的影片鋪上網，請真濟人看。伊嘛希望透過這個方式，把保育的理念傳出去，而且伊的夢想嘛唔單佇新加坡爾，伊計劃到世界各地有蜜蜂的所在拍紀錄片，讓世界的人了解蜜蜂的可貴，找出人甲蜜蜂會當和諧共存的方法。公視新聞曾慧敏編譯。來看蒙古的游牧民族因傳統的歌唱藝術呼麥，在唱歌的時陣會當同一個時間發出2種聲音。這種特殊的唱法已經有2000年的歷史啊。雖然封列做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不過也是有失傳的危機。今嘛有藝術家透過數位平台，甲呼麥結合影視作品等等，讓這個技藝會當繼續傳承落去。古老的馬頭琴鬥伴奏，這個為拿後發出來真高的唱調聲哨，就是蒙古傳統的呼麥唱調。在咧蒙古首都烏蘭巴托，真出名呼麥藝術大師汪次格穿傳統的服裝，在咧呼麥，觀眾真斟酌聽，在咧獨特甲和諧共鳴當中，感受對天地尊敬。өөрөөсөхгүй ингээд гоё. Монголын удам талнатдаг. Одоо зэлгэр удам талнатдаг. Тэгээд дээрээс нь өндөр зас тайрхад тий байгалийн дүрслэл харагддаг гэж хэлж байна. 自古以來，大牧游牧民族為作戰、祭拜到日常生活，攏存在這款用唱的音樂，嘛是迄時人甲大自然對話靈性語言。毋過這款神秘的聲哨到底是安怎發出來的？汪次格親身解說。Дараагийнх нь болохоор ингээд хилэн тавьж ингээд эсгэрээ тийм техник гэж хэлдэг. Эсгэрээ төрөл нь болохоор汪次格是把呼麥推殺去國際靈魂人物，伊甲傳統的束縛透開，用社群平台宣傳呼麥。除了結合現代音樂，還有樂團，嘛變作是電動電影的配樂。汪次格演唱的作品，特別收佇咧影片《馬可波羅》的原聲大頂頭。Одоо энэ хүмүүөөрөө юм маш юм харизмтай өвмөц урлаг учраас тэр хөгжмийн зохиолч нар гадныханд тэр одоо дууралт маш их таалагддаг. Тэгээд тэр тоглоомныхаа саундтракт аягүй гоё.
王志哥除了甲豪邁融合入去即馬流行的電影、電視，還有音樂界，嘛甲即個影響力轉化做傳承的動力。帶領伊的子弟兵落去莊卡指導學生，讓少年人會當傳承這項古老的音樂藝術。За тэгээд ер нь бол яг нэг үеийн бодвол залуучууд маш их сонирхдаг болсон. Гэхдээ хангалттай биш. Мэдрээ одоо маш их зүйлийг хийх хэрэгтэй. Олон их түгээн дэлгэрүүлэх ёстой. Тэр утгаараа одоо ингээд манай хамтлагийн залуучууд бүгдээрээ багшилдаг. 為草埔頂頭的代代相傳，到數位時代傳去世界，豪邁這個古老的藝術在王志哥也有新的藝術界手頭，找到新的生命力甲新舞台。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丹妮，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咱再會。